สบายดี大家好，这是老挝国家。老挝国家呢是一个国家，女多男少，重男轻女。男人长大了，男人可以在城市里学习打工；女人长大了，女人只能在农村干农活、背水背柴。大家好，这是老挝阿美啊，阿美是在这个小井打水。我们老挝现在是旱季，没有水了。我们很多人都是用水不方便。这是阿美家打井，家人们喜欢老挝生活，给我们点个爱心加关注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农村姑娘啊，砍柴啊，阿妹。大家好，阿你么么哒，阿你么么哒，累不累啊？累。对，看一下阿妹的那个柴啊，砍了这么多了，现在好热哦。那边有一个大象。sáng nữa thôi cho nên là lo. 大家好，这是我们那个农村姑娘过来砍柴啊。看这边是什么？大象哦，一个大象。还没睇啫呀？吓，係咋？又俾本差嘅正差同佢睇啫嚇。冇เป็นยังตีไอ้我俾睇仔同佢啦，俾得個。大家好，这是老挝。我们老挝现在没有水，我们每天都是在河里面洗衣服、洗澡。这是我们家小姑娘阿奶15号，阿丽2号。这边是玛丽8号，米娜1号。后面那个是阿奶14号和我家保安。大家好，这是农村洗衣服啊。老挝现在旱季没有水了，我们每天都是在河里面那个洗衣服。这是我家13号和保安，保安，看这边，阿你么么哒。我家保安真漂亮，看我们在这边洗衣服哦。看这个阿刀找那个河还是那叫呢？河畔啊，河畔啊。别的。到个山能到。Leo của cụ vậy con này tôi sao vậy vừa lúc vừa hả hay không tôi này tôi chơi cho em này cái bài à chơi bắt nó ta biết đi bà nè chị cho mà đi đi nữa hả cái chơi hả 大家好，这是老挝，我们每天都是在这边洗衣服、洗澡。老挝现在是旱季了，没有水啊。这是我们家阿奶和阿刀，后面这是玛丽。家人们喜欢我们老挝，来老挝跟我们美女一起在河里面洗澡。